三道二风台省长高雄，拢总有20万户停电，路边拢是落落来空板，或者是倒去的树仔。伫大寮区大寮里，断水失电是超过60点钟，居民真不满，煞是敲电话去骂里长。大青花倒伫路边树尾挡一个车道，高雄大寮光明路这路段，7日早起还阁有当看到一寡还未清走的树尾。我整理不做晒啊，所以我就家真正家做啊，真正做出一个互你要载互做实在安尼。店头主动将路树清去路边，就惊阻碍交通。三道二风台强风大水雨，车衫侵袭高雄，倒起路树在后第3天都还未清煞。受灾严重的大寮里，差不多3000户停电也是停水。虽然台电赶紧抢修，里长甲职工嘛拍拼整理环境，不过因为有部分地区停水停电超过60点钟，引起住户不满。你们打电话来帮你知道他多辛苦吗？我们已经会请他们来了。里面插任的冤家是为着复电速度加救灾紧慢这问题。大寮里长讲，接到辱骂电话超过100通，有人骂甲真歹听，互救灾救甲受伤的伊感觉真失志，想要清洗。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畜生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做得很累，从树上摔下来，我没有去怨言过一句话，结果呢还要被人家这样骂。风这么大了，你居然说没有很严重，为什么不要赶快去抢修？啊，别人的小孩都不是小孩。大寮内坑里前一暝复电，民众透早贡献提水管清理乱关关的路面。把停电差不多20万户的高雄，经过工程人员无暝无日的抢修，到7日下晡3点，还阁剩818户停电。台电表示会继续抢修，赶紧复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